直抱着我嚎啕哭泣。那个女子长什么样啊？我看不清，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样子。真遗憾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也许只是一场离奇的梦而已。我们走吧。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，已不复存在。我们下去看看吧。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。叶佳，你是圣诞老人吗？算是吧。要是能再找一双袜子，那就更像了。过来一下。小凤，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。先生，给女朋友买束花吧。这样吧，帮我把这束花包起来吧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凤，我把这个送给你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你的。谢谢。峰峰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小凤，要不然我帮你拿着吧。不要，自己拿着才有幸福感。小凤，那你就回去吧。
早点休息。干嘛呢？蹲坑呢？你拿着什么呀？什么破东西啊！你穿这么漂亮，干嘛去了？好看吧？相亲去了，美吗？男朋友送的。你去见别的男人了？还穿这么漂亮？怎么啦？你能见皇后，我就不能相亲啊？不可理喻！啊！你也帮我拿着点啊！我脚都起泡了。啊！哇，好美的花啊！你可真土豪，买这么贵的花啊！哎呦，败家老爷们儿，够买1年白菜的了。这钱交给你。这么多钱，抢的？你才抢呢！那哪来的？我今天签了个合同，5000块钱，人家给的定金。不可能，临时演员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。你不会是被皇后给办了吧？我要是真给皇后办了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那我现在就去找她叉叉 OO，你是不是特别得意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，发情狗，不要脸。我不会拿自己的肉体跟灵魂去取悦任何人，我是个男人，怎么会跟猪肉一样放在菜板上去卖呢？在这个古怪的世道里，你都能生存下去，我怎么还能饿死啊？我就不信了，你等着瞧吧。给，我不要你的脏钱。蠢女人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这是我签的合同，白纸黑字，上面还有我的画押。哎呦喂，你还真当演员了？哼，哪个导演这么不开眼用你了？哦，自古以来都是男人养家糊口，你不也说了吗？男人赚的钱要交给老婆管。哎，我可不是你老婆，你可要搞清楚了。皇宫里那个身体是冯昭仪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毁坏我名誉啊！就算你什么也不是，我在这吃住，就当是交饭钱了。那你都有钱了，就搬出去住呗。我早就想搬出去了，你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破地方啊？会搬就好，会搬就好。你这个狠女人，把我卖到青楼，又害我生病，在我病还没好的时候，就赶我走。我就算不是你什么人，至少算个熟人吧。无情无义的女人。说的也是啊，要不然你在我这儿再挤几天，等你什么时候能完全养活自己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这样吧，这个钱咱俩1人1半，男人身上得有点钱。不过你以后可别买这么贵的花了，太浪费了。以后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决定，用不着你这个蠢女人在这指手画脚的。喂，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？谁啊？三弟。三王爷。